启示录第16章，我聽到對升天度有大聲音，向嗰7個天使講：你哋去將嗰7碗上帝嘅怒氣倒在地上。天嘅天使就去將佢嘅碗倒在地上，佢哋有惡處嘅記號，然後拜過佢嘅像嘅人身上就發清楚又清透嘅瘡誒。天二嘅天使將佢嘅碗倒在海中，海水就變作像死人嘅血一樣，海度嘅生物就死嗆嗆。第三個天使將佢嘅碗倒在嗰條河壩，然後水面頭，水就變作血。我聽到佢管理水嘅天使講：故作存在，亞下存在嘅至聖者啊！你係公義嘅審判者，佢哋是流聖徒老先知嘅血，你係你用血換佢哋靈，你係佢哋應該得到嘅。我要聽到有聲音對祭壇發出講：主全能嘅上帝啊，你嘅審判係真實又公義嘅。第四個天使將佢嘅碗倒在日頭當過，使日頭可以用烈火來燃人。原本親手嘅熱氣壓到，就褻瀆嘅有權支配了條災難嘅上帝。佢哋還係唔悔改，唔將勇敢歸本上帝。第五個天使將佢嘅碗倒在嗰隻惡處嘅臭味當，惡處嘅骨就變作烏暗，人因為真痛苦，就咬自家嘅心嘛。佢哋因為所受嘅痛苦，然後身上所發嘅瘡誒，就褻瀆天堂嘅上帝，還係唔悔改，來離開佢哋邪惡嘅行為。第六個天使將佢嘅碗倒在幼發拉底大河嘅當過，河把水就糟蹋，來為佢哋對東方來嘅王預備一條道路。接頂我看到有3個像蛤蟆嘅蛇靈，對惡靈嘅災、惡處嘅災，然後假先知嘅災出來。佢哋係佢哋會行奇事嘅鬼嘅靈，佢哋出去收拾全世界所有嘅王，準備佢哋在全能上帝偉大嘅日嚟來賞賜。主講：愛惜你哦，我會像車嚟一樣忽然臨到。隨時見象，一切作定3副嘅人要福起嚟，因為佢唔會插身入地行路，本人看到見受。這3個邪靈就將列王刺殺在一個所在，希伯來話按到哈米嘅多頓。第7個天使將佢嘅碗倒在空中，有大聲音對升天度嘅寶座嘅位發出講：萬神嘞！天燈就熱浪，有隆隆棍嘅聲，響雷棍嘅聲，到大地圖，此從地球有人類以來，猛實有暗厲害嘅地圖。巴比倫大城列作3殺，列國嘅城市也旺強強，因為上帝記得巴比倫大城嘅罪惡，發現念嘅比上帝太發強嘅列主，所有嘅海島全部唔見睇，所有嘅山也冇提起。太平坡對天堂落在人嘅身上，一地約有50公斤暗重，因為呢邊坡嘅災難特別慘，人就褻瀆上帝。